歡迎各位到今個星期嘅柏斯理財每週財經回顧。咁上星期環球股市係經過出現咗顯著嘅反彈嘅。我先睇下美國道指嘅走勢圖。咁由於投資者憧憬華府將會推出更加多嘅經濟刺激措施，帶動美股升到2個月嘅高位，但係交投淡靜，未見配合。上星期道指同埋納指分別升6.1%同埋6.8%。據彭博資訊嘅顯示咧，目前互惠基金持有嘅現金比率係高達74%，咁相等於8.8萬億美元，去到1990年以嚟最高嘅水平。咁嘅情況係可望推動股市喺其後6個月係出現2成嘅升幅。咁歐洲股市就隨美股反彈，區內3大指數係反彈超過7%至8%㗎。咁歐洲政府係會大舉發債支持刺激經濟措施嘅，預期今年債券嘅供應會增加54%。咁事實上2008年係13年以嚟債券回報最好嘅一年，但係去年嘅企業債券嘅發行量就創咗3年嘅低位。咁資源股回升亦都帶動拉美股市大幅反彈㗎。我先睇下巴西股市嘅走勢圖。咁由於商品價格急升係帶動拉美股市表現，上星期巴西同墨西哥指數分別升9.1%同埋3.3%，資源股升幅顯著。另外，華府擴大援助 GMAC， 刺激資金流入拉美嘅金融業。巴西商務部公布08年對外貿易順差由07年嘅400億美元大幅回落到上年度嘅247億美元，去到6年最低水平。巴西央行就預期09年貿易順差可能進一步回落到140億美元。咁早前金價升幅可觀，但係受制於900美元心理關口未能隨油價回升。上星期金價收報每盎司875美元持平，而金礦公司指數就上升3.5%。咁有報告就話，受惠於經濟衰退深化，黃金作為保值用途越見普及，金價喺不知不覺間連續8年上升㗎啦。而早前華府宣布零息政策，曾經令美匯急跌，但近期跌勢似有喘定嘅跡象，就利淡黃金嘅表現。預期短期金價喺現水平整固。咁地緣政治緊張咧，就令到油價急升嘅。我先睇下紐約期油嘅走勢圖。上星期紐約期油收報每桶46.3美元，大升2.3%。標普能源股指數亦升近1.4%。由於中東戰事係升級，以色列嘅地面部隊開始攻入加沙地帶，而伊朗就呼籲所有伊斯蘭產油國對以色列實施石油禁運，市場擔憂事件蔓延去到整個中東嘅地區。咁另外，俄羅斯向歐盟投訴烏克蘭拖欠同埋盜取天然氣，導致俄羅斯國營天然氣公司 Gazprom 切斷咗對烏克蘭嘅供應。事件恐怕會進一步影響西歐各國正常天然氣嘅使用。咁由於近期油價由低位急速反彈超過7%，美國能源部就宣布將增購1200萬桶石油作為戰略石油儲備，並且計劃喺未來數月進一步增加去到近2000萬桶嘅原油。咁內地股市就未能受惠環球股市反彈，深滬股市係反覆偏軟，而本港恒指就反彈超過6%，國指就反彈超過8%。數據方面，內地上月嘅製造業第5個月下跌，由里昂編製嘅採購經理指數持續喺低位徘徊，同期嘅就業指數亦都第5個月下跌㗎。而本港去年11月嘅出口同埋入口均錄得按年跌幅5.3%同埋7.9%，係7年以嚟首次出現負增長。本港貿發局就估計今年嘅香港出口總值將會出現6%嘅負增長。咁現時市場估計，港股喺上半年仍然會喺11000點至16000點反覆徘徊，到下半年或者有機會重上20000點嘅水平。日股就隨外圍係反彈1.37%，投資銀行巴萊就估計今季當地經濟或者會收縮係1%，屬於35年嚟咧係最差嘅表現㗎啦。不過瑞信就相信今年將會日本股市黎明前嘅黑暗。認為現時日元升勢係應該增持當地嘅防守性同埋內需性嘅股份。債市方面，日本政府今年將會發行總值1110億美元嘅債券，以刺激經濟，將會令到債價受壓。咁今年債券回報可能會出現6年以嚟首次嘅負回報。南韓股市係反彈3.54%，但係有關出口消費信心同埋工業生產嘅數據就持續惡化。
不過經常帳同埋貿易亦都就出現咗盈餘，有助穩定南韓元嘅匯價。南韓國家退休金就話咧，今年會減少本土嘅股票投資，認為南韓股市處於10.6倍嘅市盈率，仍然屬於區內第4昂貴嘅市場。不過亦都認為咧，今年上半年咧將會係南韓股市或者見底嘅時候。券商物價理就認為韓股嘅合理估值係1400點，摩根士丹利就估係1100點。咁印度股市上星期亦都大幅反彈，係超過6%㗎。先睇印度股市嘅走勢圖。印度股市隨外圍反彈超過6%，逼近1萬點水平。印度政府宣布將大幅提高外資可持有印度企業債券嘅上限，以及承諾進一步向國營銀行注資，刺激金融股上升。咁另外，印度央行喺收市又宣布喺3個月內第4次減息，利率減到5厘半，係因為當地最新通脹6.38%，跌到10個月嘅低位，增加寬鬆貨幣政策嘅空間。亞太股市亦都隨外圍反彈，新加坡同埋澳洲股市係反彈超過6%同埋4%。另外，新興市場嘅通脹放緩，各國央行又傾向減息，貨幣匯價又回穩，係利好今年新興市場嘅債市投資㗎。未咁就睇好今年嘅印度、印尼同埋巴西債市投資。我哋認為環球經濟仲未見底㗎，咁認為全球嘅救市措施可能只係可以針對個別嘅企業，咁因此未敢輕言咧，港股係已經係見底。不過隨住資源價格回落，係工業股係有短炒嘅空間，但係投資者要睇得準買賣嘅時機。咁相信未來港股嘅成交少，而波幅係仍然巨大㗎。我哋認為最差嘅情況係即係有機會下試10,600點。咁隨住股市下半年係有機會回穩咧，有機會上望18,000點水平。咁美國以至環球央行都集資去刺激經濟㗎。咁相信美債嘅價格會向下，美債孳息率低企咧係唔係好嘅投資選擇？但係亦都相信美債市場係唔會崩潰，因為環球央行嘅利益同美債有好大嘅關係。相信環球央行仍會斥資係認購美國新發行嘅債券。但各國央行採取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經濟，未來嘅通脹壓力係可以預期。咁因此現階段仍睇好農產品同埋商品價格嘅走勢。咁加上1月效應嘅影響咧，我哋認為咧股市今個月咧會有較好嘅表現㗎。我先睇下美國標普500指數去年嘅表現。咁所謂1月效應係指美股喺通常每年嘅1月份會有較好嘅表現。咁涉及嘅因素係包括美國資本增值稅嘅稅務安排、基金粉飾櫥窗、員工嘅年終花紅，同埋美國年尾嘅重要假期，咁包括Take One， 咁包括感恩節、聖誕節、元旦等等。咁若果股市係1月份上升咧，連帶當年嘅股市亦都會上升㗎。我睇下美國標普500指數去年咧係大跌咗38%㗎，而睇翻去年1月咧，標普500指數咧亦都下跌6.1%。咁睇到咧嗰個嘅準確性啦。咁內地咧較早時就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嘅經濟刺激方案，以及多次減息去刺激經濟㗎。咁市場預期咧，內地係仲會有出其不意更加多嘅措施係刺激經濟㗎。咁令到中港兩地經濟受惠。咁加上環球市場回穩咧，相信今個月港股受惠1月效應嘅機會咧係會好大㗎。好啦，今個星期嘅柏斯理財每週財經回顧咁多，多謝各位收睇。